即使你不知道克州之名，也一定领略过克州的民族风情。上世纪60年代，一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一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了中国大地。人们在欣赏电影歌曲的同时，也领略了帕米尔高原迷人的民族风情。就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西部，是群山聚首的地方。帕米尔高原几乎就是克州的代称。说起克州，就不能不说起帕米尔高原。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雄奇与博大，秀美与温情，远非一部电影、一支乐曲就能尽善尽美的传递和表达。柯尔克孜人是帕米尔高原上的英雄民族，更是一个珍藏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民族。柯尔克孜人的英雄史诗《马纳斯》是中国3大史诗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朽的民间文学瑰宝。马纳斯是一部规模宏伟、色彩瑰丽的英雄史诗。马纳斯是史诗的主人公，英雄史诗马纳斯讴歌了马纳斯家庭8代人为柯尔克孜人的和平与安宁，在东起阿勒坦汗及大漠，西到阿拉尔、喀什噶尔，北自耶尔塞河、额尔齐斯河、阿尔泰山，南到卡拉昆仑山一带所进行的艰苦斗争。马纳斯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和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深受柯尔克孜人的喜爱。叙事时有诗歌韵味，好记好唱，因而在民间流传甚广。
史诗《马纳斯》分8个部分，总共23.4万行。这样一部煌煌巨著，柯尔克孜人是世世代代靠口头传颂保留下来的。这座民间艺术宝库的钥匙是由马纳斯旗掌管的，他们散落在柯尔克孜族民间，是专唱马纳斯的歌手，是史诗马纳斯的传承者、创造。Anangalanın dışını şakan batın albay orduğa Sırağı sultan mannasın kıyım bolgan gezdiken Murrunkuda mannasın kıyıl tolgan gezdiken Akalpa kırgız çoğulup ciyim bolgan gezdiken Oң жағында kanı var sol жағында kanı var Birine solluğun 99 biyi var Aydınlıkta saldaşın dayra geçip taş basıp Aldındağı burular sanalı 40 gün taң aşıp Çemmandarı çiçkandarı örtöktay Çemçik var küçüktay kan bulbula talda tanışıgan 我国记录在册的100多位马纳斯旗中，不乏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马纳斯演唱大师，有的能够演唱数十万行内容。居苏福马马伊是现今唯一一位能演唱8部马纳斯史诗的马纳斯旗大师，被誉为活着的河马。居苏福马马伊从8岁开始，在哥哥的指导下学习演唱背诵马纳斯史诗。他整整用了8年多时间，就把哥哥所搜集记录的20多万行的8部马纳斯全部背了下来。史诗中数百个人物，大大小小的各种事件，在他脑子里梳理得清清楚楚。人物之间的关系，事件与事件的前因后果，每一位英雄人物的神奇经历，他都了如指掌。Kalsetiri vurdemi, boğulgatı kağıldı, samağını tavıldı.